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约伯记13章第1节到19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假。保罗劝勉基督徒要有新的生命，要有好的生命品质，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要说诚实话。寻道者司提反就是被一群做假见证的犹太人给害死的，保罗也是被一群做假见证的人来害他被捕。在约伯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他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提出谏言，慷慨激昂的，好像他们很懂得上帝，他们是最棒的，而约伯是大罪人。约伯明白他们的心态以及所说的话，他也不客气的回话批评他们。在约伯记13章第1节到19节，这一切我亲眼见过了，我也亲耳听见过，且都明白。你们是知道的，我也知道，我没有不及你们的地方。我要向全能者理论，不向你们理论。我要向上帝辨明我的案情。你们的谎言掩饰了你们的无知，你们是不能治病的医生。如果你们闭口不言，或者有人会以为你们聪明。现在请听我的抗辩，留心我的诉愿。你们为什么撒谎？你们的假话对上帝有益处吗？你们想替上帝辩护吗？你们想上法庭去为他陈明案情吗？如果上帝小心审查你们，他会找出什么好东西吗？你们以为可以愚弄上帝，像欺哄人吗？纵使你们在暗中偏袒人，他也一定要责备你们。上帝的尊严不使你们惊惶失措吗？你们不畏惧他吗？你们陈旧的格言像灰尘一样没有用处，你们的辩论像泥土一样的薄弱。你们住口，让我说话。后果如何，由我自己承担。不管会有什么后果，我准备冒生命的危险。我已经没有希望，即使上帝杀我又怎样？我仍然要在他面前为自己申诉。或许我的勇气会救我，因为邪恶的人不敢面对上帝。现在听我说的话，安静的听我抗辩。我已经准备好要提出的抗辩，因为我知道我会被宣判无罪。上帝啊，你要指控我吗？果然这样，我就住口，情愿死去。约伯的意思非常明白，要控告他有罪，将他定罪，他也要跟上帝本身去辩驳。他认为这样才是真实的，因此他要在上帝的面前澄清，提出抗辩。信仰的真与假，不是以言辞辩论来为之，其实那是一种生命的现象，如同耶稣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对话一样。
妇人谈到了他们一定要在哪里某个地方敬拜上帝才是真实的敬拜。但是耶稣告诉他说，上帝是个灵，因此人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耶稣基督跟他要水喝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喝了我所赐给水的人就不会再渴了。这是真实的敬拜，真实的生命从基督所赐，从上帝而来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26节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女人来打水，耶稣对她说，请给我一点水喝。他的门徒已经到了镇上买食物去了。那女人回答，你是犹太人，而我是撒玛利亚女人，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相来往。耶稣说，我要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和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就会求他，而他会把活水给你。那女人说，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哪里去取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先雅各给我们这口井，他的儿女和他的牲畜都喝过这口井的水，难道你自以为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，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，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，谁就永远不再渴。我给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不断地涌出活水，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女人说，先生，请给我这水，使我永不再渴，也不用再来这里打水。耶稣对她说，去叫你的丈夫，然后再到这里来。女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没有丈夫并没有错。你曾经有5个丈夫，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的话是对的。女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。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上帝，你们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。耶稣对他说，女人要信我，时刻将到，人不再在这山上或在耶路撒冷敬拜天父。你们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是谁，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，是救恩，是从犹太来的。可是时刻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天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诚来敬拜，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。上帝是个灵，敬拜他的人就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来敬拜。女人对他说，我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了，他来了就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回答他说，我正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耶稣这样告诉撒玛利亚妇人，那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和真诚来敬拜，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。上帝是个灵，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来敬拜。
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。上主的子民啊，要敬畏上主，敬畏他的人一无缺乏，连少壮的狮子也会缺乏挨饿，但寻求上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年轻的朋友们，听我说，我要教导你们敬畏上主。你们要过愉快的生活吗？要享受长寿康乐吗？你们的舌头就不该出恶言，你们的嘴唇也不可撒谎，要弃恶从善，竭力追求和平。感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赐给了我们救恩，得到生命的粮，得到永恒的活水。求主让我们的心灵被更新，以真实的诚心来敬拜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